咱拢知影，伫咧地球隔壁火星是红色的，这是因为火星的大气层有大量的氧化铁。而且上新的研究指出，这氧化铁是有大量的水分。因若这水分呢是火星的表面开始生成，就爱追溯到地表也佫有水分的时期，有可能是伫咧30亿当前。到底即马火星顶悬敢有水资源？学者是也佫咧研究。人类探索火星已经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粒红色的星球为大气层到地表，拢有真侪氧化铁。这化合物为倒位来的？是安怎会是红色的呢？美国布朗大学的专家利用新的实验室的技术，分析欧美火星探测器传回来的数据，发现火星顶悬的氧化铁有大量的水分。这所形成的水铁矿，都是这粒行星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This iconic color of Mars, the red coloration, it now changes, so now we know that it rusted when there was liquid water present, and al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sort of form of oxygen also, maybe from the water or from the air or from other sources that helped the rusting process. 这项研究的论文预告发表在自然通信的期刊。研究发现，火星的红色是因为地表氧化铁生成的结果。这个研究嘛引起科学家对火星有更加侪疑问。根据火星的探测器传回来的资料显示，火星两极的地层拢有冰层，地表嘛当看到已经打起的雾，这个拢在显示过去火星的地表有水。不过即马这个水走去倒位去咧？研究者也无法度知影。不过即马会当确认呢，是火星地表出现生成过程可能的时机。We know from other studies that liquid water was present a few billion years ago, so perhaps 3 billion years ago. So this is when this rusting could have happened. 学者嘛指出，因为火星并无落雨，这内底有水的氧化铁对风世界咧飞，互大气层内底有真侪有水的氧化铁。这项研究嘛引起更较侪思考，亲像火星顶悬的水分，敢是有够额互生命来出现，甚至会当互太空任务伫咧火星持续咧进行等等。2021年成功登陆火星的毅力号，已经收集大量的数据甲线谱录，这拢会当帮助咱了解火星的情形。不过目前也无确定当时才会当甲火星矿物的样本送倒来地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